好，大家好早哈，咱开始。1639年6月10日，6月10号哈，6月10号、11号、12号3天无重要的事。透南风，6月13，俄罗上帝哦，13落长哦。看啥物发生啥物代志？歹势6月13，俄罗上帝今年对巴达维亚派来遮的第一只船扁堤船 Day Roach， 已经6月13才第一只船哦。第一只船 Day Roach 今仔到位完全无意外。顺利平安来到遮港外停泊。这只船是该栋大船 Breda 号和旁船 Middleburg 号伫个今年5月初2航离巴达维亚，途中伫个南澳附近南澳这是啥物所在？好。遵照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特别命令，和大船 Breda 号分开以便无经过偏湖来直接驶来台湾。所在货物总价值是197000毫吨，有1000担胡椒、1000担红色的大香肉，53 Laston 又搁195。简单式，这搁一个单位啦，我毋知啥物单位简单式Java B 啦和19524磅的象牙。阮随时听候大船 Breda 号抵达偏湖的消息。根据对 Day Roach 号收到送货单Breda 号是为台湾载来总价达123,000毫吨的货物，有3000担胡椒、150 Laston 的米，24,400磅的年香，4,941磅的木药，438磅的血红酸蘑是啥物件？血红酸蘑血红酸蘑。300匹的高脂的鸡丝，320匹白色印花面布，60匹的漂白丝，200匹的可康达切的面皮啦2440磅的肉，80桶的肉和肥肉，6桶牛油，20桶的酒，6桶葡萄酒。有3桶是法国的3桶西班牙的葡萄酒，8桶的醋，10桶的橄榄油，200罐的椰子油，还佫有一寡木枪的工具、战争荷药以及其他物件。好，以上记了对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小校长官 John Vandenberg 阁下的书信的批啦和其他的文件，知影要旨如下。首先，顶一遍北方季节对此地派往巴达维亚的所有大船、快艇和旁船拢平安到位俄罗上帝。第11个对遮派往 Surat 的快艇叫做 Bradam 号和San Vulu 号，已经伫个1月24號到5亞，伫5亞的協助之下，真緊前來台灣遮。自從頂一回紐西蘭利亞號帶來最近的批信對巴達維亞出航以後，有下列的船隻對祖國抵達巴達維亞。
就是9月19号比对船底面号经由Mauritius 岛到位。迄只船呢是遵照当时阁下的命令，由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Simons 第古夜指挥，率领24个人伫该岛留落来。10月11号，大船苏芬号和比对船Den英国号抵达。10月24号，大船Amelia 号和快艇 Clean Wesson 号抵达。12月5号，比对船 Denuster 号抵达。12月7号，大船 Amboina 号抵达。该船非常可怜无助，途中丧失785个人，会当徛起来只剩10个到12个，剩的80个人拢倒伫咧船舱里，真恐怖！你看传染病的款吼。1639年3月18号，大船 Breda 号抵达吼，这只拢是讲到巴达比亚啦吼，也经历了长达10个半月的艰难航程，丧失了57个人吼。所以当阵要对欧洲船驶到这亚洲来吼，实在是量愈足低啦吼。我毋知要讲就是失事率足悬吼。伫咧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该动比对船 Desroches 号经由 Mauritius 岛抵达，看到该岛的情形，犹阁一切安好。相对呢，对巴达比亚有迄个8只船航回去祖国，就是 Jachem Rolfs van Duytcam 号van Duytcam 阁下所指挥之下，伫1638年11月23号 Rufen 号Frederick Hendrick 号和比对船 Denuster 号出航。我咧想，我是毋是来学一下荷兰文？无这拼音我实在拢袂晓念哦，黑白念。伊含英文的迄个拼写的模式足无共的吼，所以要发音实在是我毋知要安怎念哦。11月30号 Amboina 号和 Mestre 号船运要送去欧洲的货物，总价值是241万毫吨，出航。由 Carol Rainier 和副指挥官 Wilson 指挥。1639年1月13号，西兰迪亚号、斯瓦号和阿克斯鲁号船运要送去欧洲的货物，是伫咧取代台湾收购的西南货物，总价值是66万8千毫吨。上述8只归国的舰队所载回去的货物，进货总价值是300万毫吨。Antonio K.N. 阁下，这个人啥物人？看卖吼。注卡是第7个，所以咱弄过即侪注卡拢无念吼。一堆人我先弄过，我要来看即个K.N. 即个啥物人？因为这是一张写互伊的批法吼。Antonio K.N. 是 Middleburg 人，1613年以助力者第 Middleburg 号出国，1615、1616年伫班达，1619年伫巴达比亚当船长坐一只快艇去旧港，旧大的旧啦吼，和占比前往摩纳加。印度、阿拉伯和阿拉干，毋是，1620年做下设商务员，再度被任命为中尉吼。1621年伫巴达比亚当做法官，自由市民，参与伫咧柔佛副军甲孟加拉湾的海上
抢劫，1622年、1629年做区长，甲公司改用2年，前往摩纳加、印度、阿拉干甲阿拉伯和阿拉干。1605年出使曼丹，伫前往马卡萨完成一项任务了后，1632年12月以上式上完回国。1636年再度以特殊议员和蓝队长官出国。1637年7月做孤儿院院长，8月做法务会议副议长。1637年到38年伫和万迪门伫安稳。1642年做东印度议会议员。我歹念啊，后壁搁一堆。即个人带落好，咱来甲看咧。安东尼奥凯恩阁下历经长时间的艰难行程，丧失150个因为破病死亡的人了后，才伫咧旧年11月19号，率领伊的舰队到五亚沿海。迄当阵，卡拉克船 Oliveiras 号已经伫咧10月初出航前往葡萄牙。卡拉克是啥物意思？卡拉克是一种古代的大篷船，类似古旧的船，这种船就对了吼。迄当阵吼，这只卡拉克船 Oliveiras 号已经伫咧10月初伊出航前往葡萄牙，而葡萄牙的增援军为着2只大船还未抵达，愿上帝予因会当落入我方的手呢。该舰队伫咧今年2月18号航离五亚，无和敌人作战，就航往锡兰。伫咧3月12号来到科兰布前方伫遐泊船，伫遐停船，伫遐听候锡兰国王的军队4-5天内就要用武力对水上甲陆上攻击该城市。其成功情形以后会甲阮讲，巴达维亚已经和曼丹缔和，也对马达兰取得大量的米，显然也已经和因停战了吼。这拢是巴达维亚迄边的消息吼。大船艾美利亚号伫咧旧年11月9号航离巴达维亚，方面经由摩纳加海峡前往印度沿海。伫咧今年1月29号转去巴达维亚，因为真侪人破病，有26人死亡，无法度航达目的地，无过离还，所以伫咧3月8号被派经由安稳前往千拉地。方面转告长官Juan van Breukelen 派遣该船以及加加森号，伫咧4月30号对摩鲁加斯航往平湖。挂指挥官 Lambert Gerald 机制航行，并且要伫咧德卡布地 Spiritus Sanctus 附近停留到7月初一，用来顺应对新西班牙，就是墨西哥啦吼，航往马尼拉的西班牙船。根据对马尼拉所早来批示，讲今年确实会有西班牙船对新西班牙进来马尼拉，因此阮期待这2只船艾美利亚号和德加加斯号会当伫咧近期内来到台湾。哇，这篇批写落长，无啥物，感觉无啥物内容吼。对一寡船的消息，尤其是巴达维亚迄边的消息。6月14，派2只篷船航出港外，要去落一寡平底船 Day Roach 号顶头的货物，减轻伊的食水深度，以便会当来入港。今仔日伫咧下设上务员 Martin
威斯林的积极要求之下，卑南的贵族名叫做 Perimoni， 由伊的八部属陪伴对卑南来到楚地吼，伊是以前来过遮真侪遍的迄个贵族，叫做 Rado 的兄弟。即个 Perimoni 来到台湾，只是为着要来亲自看已经对伊的兄弟以及其他人听到真侪遍的即个所在。615，商务员 Daniel 对 Mr 破病发烧吼，5天了后，今仔日个性安歇主怀。昨派出港去落迄个地路桥顶头好物的迄2只胖船其中的一只，今仔日载着所落来一寡好物来入港，并且再度派遣2只胖船为着即个目的搁出港。616，派迄只大的小船出港，伫个中岛该动避雷船 Dayroach 号，以及2只载有对该避雷船落来好物的胖船顺利转来港内。617，无重要的事。618，快艇 Clean-Brenham 号对网港抵达，是甲伊对遐调回，要用来装运，要送去日本的好物去骗乌。619，无特别的事。620，对一只对骗乌来的新仔人的胖船遐知影讲，含 Dayroach 号同齐对巴达维亚出航的大船 Breda 号含胖船米多堡桥已经安然抵达骗乌吼，乌罗上帝，因为因此今仔日派遣快艇 Clean-Brenham 号以及另外6只新仔人的胖船吼，满载要送去日本的好物前往骗乌，要去甲所有的一寡好物转装去只大船 Breda 号。总督阁下含东印度议会4期5月初2写予长官万德伯阁下，对大船 Breda 号甲 Dayroach 号收到的批信写讲，要西那生意人伫个西那遐订制大批的试制品含灰仔。因此今仔日甲所收到的巴达维亚为着即个目的所送来的样品sample交予西那生意人叫做加泰和主席即寡生意人答应讲会交付所要求的数量。翻译员肯定担保讲，即寡sample会摕转来现予阮。622，我等下一定要食这物件。622，胖船米多堡号对骗乌来到遮是大船 Breda 号的主管命令伊来处地，今仔日透西方。622，有一只胖船对卑南来到遮载有水鹿皮、鹿仔皮含山羊皮。水鹿含梅花鹿敢若无共我无介清楚，可能是安尼。所以水鹿可能是身躯无迄个斑点好，即只船呢带来一张下设商务员Martin Weslin 伫个本个月12号写予长官万德伯阁下的批里恳请会当尽量较紧来送本个月14号前来处地的卑南贵族 Perimoni 转去因为卑南的居民对着伊对讲即个下设商务员一直高正，一直鼓励即个贵族去台湾即个代志在地的迄个居民非常的不安又搁写讲，伊认为讲最后会当得到阮所找找足久的迄个所希望的找到迄个金矿的方法是安尼首先，
爱派去遐的士兵，至少要有300个人，每一个人拢爱配备好的帽仔和鞋仔、袜子和鞋子啦，阮个帽仔甲鞋仔，因为路呢会经过一寡行军必须要经过的困难的道路的时，真容易来发生一寡士兵伊会落队啦吼。就敢若亲像以早捷龙太麻里的路顶所看到安尼吼，而且军队莫当要一个进前去遐吼，因为卑南的米袂当要卖伫个12月10号到20号以前来收挂吼，所以你伤早去无米通食啦吼。阮的军队若是到卑南，就应该爱当要遐休困3-4天，以便养精蓄锐吼。袂晓读白话，空主白啦，歹势啦，早一个啦。养精蓄锐吼。蓄是拓甲蓄吼，拓字吼，积拓吼，积拓还是积？我毋知对一字是迄个文音啊，可能拓是白音啊，积拓。锐读做锐。JOE 吼，第7声锐，锐志，锐志是睿智吼，含迄个睿智无共意思吼。尖的物吼，就是锐，所以是用精拓锐吼，拓爱读第2声嘛吼，变调。用精拓锐，佫倒来第2只讲，阮个算逐个军队到遐了后吼，卑南遐啦吼，台东市即嘛台东市附近，爱踮咧遐小休3-4天吼，小休一下吼，以便用精拓锐吼，而且莫踮咧旷野休困吼，因为伫咧迄个期间，迄遐足冷诶吼，要伫咧遐诶。高的防卫数年来休困吼，迄内面拢备有火炉吼，所以莫踮咧外口就对啦吼。搁再吼，阮要搁用温柔的方式对待迄寡刀金的人吼，即毋知啥物人吼，有叫做金仔的人啦吼，设法互因来阮遮，袂当用强硬的方式来对待因吼，因为因若是着感觉，就有感觉着吼，就袂爽着对啦，就会倒入去山里吼，真恶搁去找着因吼，所以对因来较好咧，爱甲因过请吼，才找着金仔啦吼。最后，如果若要含李闹的人缀合的时阵，必须要严格禁止卑南人或者是任何其附近的村庄的人表现出任何要敌对李闹人或者是其他刀金的即个村庄的人的意图。就是你要含李闹人缀合，就爱较巴结吼，附近所有人你拢袂当得势就对啦吼。尤其是迄寡刀金的村庄吼，用来防止避免所有可能会当造成不幸意外。好，这是6月2日，讲起讲要含卑南遐的原住民要安怎向因搬烂就对了吼。6月23无值得记载的事，嘛无帆船或者是船只出入透北方。6月27吼，连续跳4天吼。6月27无重要的事，吹南风。6月28，上席商务员保罗特劳纽斯为着要派大船布雷达号出航前往日本，今仔日坐便队船跌落朝前往偏湖，
该片头船载有175箱丝制品、300白色青丝、107包白色金丝甲866包白色的含素色的麻丝，总价才是619000毫吨。受命要将上述的货物对底落桥转装予布雷达号。底落桥要满载布雷达号。为着台湾所载来货物吼，再搁转来处理，就是底落就要甲布雷达号顶头的物件要甲落来，要载来遮吼。伫本个月14号来到处地以后，就要受到阮温群交泰的卑南贵族 Beramoni， 因为下设商务员威斯林的来批，所以伫今仔日带着一点仔礼物出发转去卑南咯吼。今仔日有些旁船对片湖抵达，再有12个人，再有盐，另外一只出航前往卑南。6月29，有一只旁船载咸鱼对淡水来遮，再有11个人。6月30无特别的事。好，来去读煞。要读7个以前，各位小原谅一下，互我食一下物件吼。歹势个要开讲，做恁开讲哦。我拄则煮一碗面，结果无时间通食，伤烧啦，食袂赴食了，结果即马腹肚就枵吼，歹势，我等食物件。迄面毋着烂食。即马较凉啊，较好食较紧。紧食，食饭通底段。啊！无，很想来开讲。乱 Q， 我袂 Q 咧。无方便才讲啊，无方便，我哪有人咧上班呢？但是今仔日上晚出去运动，结果转来时已经足晚，走到天要暗才转来。运动吼，是啊，我逐工走3000公尺。够厉害咧。嘿啊。哦，很像，我哪有画起来？有，好，交互你哦，交互你主持哦。那是什么量高铁那种概念？咱后手搁要读几啊档咧，但是我。希望会当足紧甲读煞啦吼。1639年已经，所以1640年要到，40年读到1662年嘛吼，所以搁20几档。咱头也未到一半。你食讲过啊？你客气啊？我咧食面。对啊，直接讲。你比较出声就会使。我安尼有声啦吼。有清楚。因为拄我看到迄个巴比打迄鹿啊，我咧食厝面吼，你讲三款。6颗。姜我咧算6颗的，就对了，共1颗的啦。毋过水鹿，水鹿伊。拄啊，我有看到讲另外一个，伊是讲，巴比是讲水鹿上大只嘛吼，台湾的鹿啊上大型的。不是我讲的，别人写的。因为伊讲，内底有一句趣味，因为伊迄个水鹿大较悬嘛吼，所以含。台湾人，所以上好。较好运。对啊，看会到的人较好运啊，意思是啊，因水龙嘛较好运啊，较袂倒较悬，较袂叫人接触着，较袂叫人掠伊啊。不过我有看迄个伊，咱像阁有另外一个名做四目鹿啦，就是迄水龙吼，伊有4蕊目睭啦。这个是讲，
毋是正港的4类目睭，像杨振安尼有3粒目睭，伊佫加一粒4粒。伊是讲伊的迄个目睭皮骹伊的泪腺遐吼，伊有一个特别发达水鹿啊，台湾的水鹿，伊个台湾的特有亚种啊。伊讲伊的目睭皮伊的泪腺遐吼，伊足明显的。伊若生气的时阵吼，伊会长大，迄个泪腺会长大，所以看起来像另外2类目睭，所以变做4类啊。所以今个在地人啊，就个叫4目鹿啊，迄个类似这样的名词，4目鹿。水鹿啊。台湾的水鹿。中国那像我有水鹿啊，毋过无共款的款。我看迄个维基顶管有写中国我有水鹿，啊，毋过交咱的可能共一种的，但是无共的亚种。我是去运动的时阵，迄教练啊，伊讲因家伊是台南的啊，伊就讲因细汉拢嘛会食迄枪啊，就是因母也会买枪啊，家己料理，迄枪对不对？山枪应该对。对啊，枪啊，伊迄落迄枪啊，其实我即嘛即个有人咧偷食，我旧年伫美容嘛有食着啊，因咧伫较山区的，原来拢个有人咧，应该是袂当掠来偷掠的，我有食着。起码袂使食就对啊。保育的啦，应该若有是拢偷掠的。阮教练就讲，伊细汉时阵。就真看到啊，就是都敢若亲像咱咧食鸡肉，还是啥拢共款，就真看到啊。因母啊就会买来厝内家己料理，安尼食。迄袂歹食哦，较先牛肉迄落肉质啊。我那迄落缩结伊的肉。那这样，那安尼我伫迄个旁公食的。因为旁公就是那个蒙古烤肉无，迄间，伊就有伊真特别，就是因为伊有鹿仔肉嘛，我嘛感觉就好食，毋知我即摆才常常咧想讲，迄个鹿仔肉是倒一种，我想过。啊，确实，因为你讲像牛肉，敢若确实是安尼，佮无迄个臭臭味。鹿仔肉即马会使食哟，鹿仔肉我也毋捌食过。鹿仔肉，我就是自细汉就去迄间啊，阮厝内人拢会去迄间汤公，台北市有一间汤公蒙古烤肉，内底就是甲别间拢无共款，因为伊有迄鹿仔肉，我就爱食迄个。所以即马还有咧卖啊？伊即马伊进前讲歇业啊，到最近个。幼师营运阁开始开啊！我毋知即摆重新开了有换头家无，啊内面有换过无？毋知。以前伊的我毋知别人安怎看，但是我食过足侪间，我感觉伊就敢若只有伊有迄鹿仔好，肉。咱歹势啊，阮食完啦，是食无完啦，先食袂枵就好啦。咱节目都开始啊。水鹿吼，水鹿伫个较悬山。我敢若进前看一个，毋知什么电视节目介绍台湾的悬山，伊阵因讲因发现台湾的迄个悬山的即个水鹿啊吼，即嘛数量加足侪。啊，平地是较早伫台湾是梅花鹿啦吼。啊，另外一种是叫做。我较早读姜呢，姜 KIUNN 吼，姜我毋知是姜啊是应该是姜吼 KIUNN 姜啊，但是你若去查即个大理大书店的姜吼，你是找无迄个咱你即摆即只写即个，伊是迄个伊个汉字用无共的，是写迄个獐头鼠目迄个獐吼。读做姜啦，但是看是姜哦。
看伊解说是讲体型甲小鹿甲共，但是我毋知这是到底是毋是，就是我进前读的姜，所以我无确定啦吼，是读姜我无甲伊确定。好，是姜诶，嘿嘿，一直谈着。我无甲伊确定，你毋则去查吼。诶，咱拄则读到倒位啊？我煞袂记。7个6个线吼，6个读线吼。咱继续读7个吹语。好，有一只胖船对平湖对平湖来到遮，满载着对大船布雷达河所落落来米，透东南风。7个吹字。快艇 Clean Braden 河对平湖转来，迄只公司的胖船嘛对遐转来，即两只拢满载布雷达河对巴达比亚所载来货物。今仔日诚心的胖船的文书对西那沿海来到遮，伊是对西那坐一只历史的胖船来到平湖，然后对平湖坐撇过的胖船来到台湾。伊报告讲，16天以前伫咧西那沿海传说讲有海贼伫咧平湖要抢劫，要劫要前来台湾遮的胖船，因此都督一关就派3只胖船载着西那士兵前往该处。因转去了后，听讲无看到海贼，因此诚心的胖船就出航，要航来台湾遮。途中遭遇着强烈的暴风雨啦吼，真意外，伫咧海上7天了后，还阁无法度通到平湖，因此决定要转去西那。到金门了后，拍算要装备一寡物件，并且清洗了后，就要随搁再度出航前来台湾。这是迄只胖船延迟长久无法度来台湾的原因。根据迄个文书的报告，讲迄只胖船有载有170担白色青丝，甲130担的黄丝，以及各种丝制品，总价值是15万里尔。因此外，加州的胖船嘛载有300担的丝，甲各种丝制品，总价值是含加心的胖船所在差不多。会伫咧近期内军队前来处队，今仔日嘛有一只胖船对烈士到位吼，载有23个人、50包米含40担盐。7个吹3。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抵达，载有对布雷达河所落来米，嘛有2只胖船对回来到遮，载有800担的糖，载有41个人。7个吹4。快艇 Clean Braden 号满载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再度航往平湖，要去遐甲即寡货物转装予布雷达号。后一只胖船航往厦门，载有45个人，在罗亭。相对呢，有2只胖船对烈士来台湾，载有40个人、盐甲米。7个吹5。有3只胖船对几啊所在来遮，一只是对烈士来载35个人、盐甲米，一只对厦门来载50个人、300包米甲50担盐，一只对二林来载13个人、3000张落坡。今仔日公司的胖船航往平湖，载着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去遐转装去布雷达号。7个吹6。平尾船 Deroche 号对平湖转来，满载着对布雷达号所落来的巴达比亚的货物。7个吹7无代志，嘛无胖船或者是船只出力。7个吹8。有2只胖船航往几个所在，就是一只前往烈士无载物件，一只前往网港，载有7个人嘛无载物件。7个吹9。提起足侪遍的迄个生意人食心的商船对安海来到遮，载有白色青丝甲黄丝，嘛载有几种丝制品，总价值是15万里尔。今仔日有2只胖船前往平湖，无载物件，载有20个人。7个吹10。
即个10号有一只帆船对福州来到港内，载有17个人，300包米和1000罐希腊麦芽酒。7月12日有一只帆船对放射号来到遮，载有13个人，3000张落坡。嘛有一只对回来遮，载有27个人，200担糖。过来连跳5天吼。7月16无重要代志。只干那伫咧13号有一只帆船对烈士来入港，载有45个人，盐甲米透东南风。7月17。透早便雷船底落好载着趁着继续咧车内即个陆风出航前往去日本。满载下日的号码就是110箱各种丝制品509包空安布42刀一级丁豉香16刀白豆蔻17篮茯苓4木香4卡茶香仔木药38桶年香6大包的香果阿威啦吼。这是毋是迄个叫做啥？毋是迄叫做阿加的款吼，是迄个用迄个螺会泡去做。但是这只是阿伟吼，后壁咧原文写做hingo HINGO， 这毋知啥物件无注卡啦吼。5大包梨茶儿茶吼，毋知啥物茶吼。147篮白色青丝，293篮黄丝，就是黄色的青丝，15包东京的青丝，49桶水银，89捆山羊泡，总价值是488000豪顿。愿万灵的上帝带领即只载着贵重物件的船会当一路平安。今仔日快艇 Cleveland 号该同4只帆船出航前往偏湖，大部分拢载落坡，并且要去传达命令予特劳纽斯阁下，命令迄只大船 Breda 号载着应该有892000豪吨的货运出航前往日本。7月18。无事透南风。7月19。嘛无特别的事。顶埔东风，下晡透西南风。7月20有一只帆船对福州来入港，载有17个人，300包米。公司的帆船嘛对偏湖载米转来，迄寡米是大船 Breda 号对巴达维亚所载来。伫对偏湖转来途中遭遇强烈暴风，前方非常危险，所以必须要将规包米拼出船外吼，减轻重量就对了吼。今仔日对芒港接报。迄边有3个人，就是 Thomas Luther、事务官，另外一个叫做 Nicholas Jonker 和 Cornelis Hendrickson Van Leyden 吼，士兵，这3个人啦吼，真可怜来淹死咯吼，因申请许可要航往去渔场去买鱼，被批准了后就载一只舢舨，停靠真久了后，伫咧强烈的海水的特潮当中，无渡过对岸，颠倒是被飘出去港外，伫咧大涌当中遭难吼。了后就拢一直无看到因，愿万灵的上帝怜悯因的灵魂。真可怜吼。7月2。有一个大的暴风对南方吹来，因此有一只载着石火的小船伫北线尾去互应拍破去，船顶有8个人淹死。7月22，继续狂风暴雨的天气，像昨，因此阁有一只载有450担糖的来对西南沿海来的帆船伫咧海堡。Redoubt Seaberge 北边的北线尾来靠浅遇难，只敢若抢救着船顶的人员甲60担糖，
日常继续无用你订阅、收购和包装4到10制品。即寡是几工前加州的芳船对西南沿海所载来运交互阮的。7月23、24无重要的事，嘛无芳船或者是船只出入。7月25，哦，7月25较长日数啦吼，咱来看者。接到大船艾美利亚号失事的伤心消息，伊只船伫本国月23号伫打到南边的佛罗摩萨沿海。听讲是因为该船的船长的严重错误，甲金沙岛，就是小琉球啊，当作是澎湖群岛的东南岛，甲打到的山看做是岛山，当作是伫澎湖就对啦吼，就安尼，拢无考虑就甲驶入去吼，所以互即只真水的船，就安尼就爽死去啊吼。载有45个、30个、50个、35个、40个和20个人，这是写啥？歹势，其中有2只空船、4只载有落沉，今仔日也有3只篷船、空船航往烈士，总共载有700个人。7月28号无特别的事。7月29号，俄罗上帝边队船卡斯特坎号和戴索内号对巴达米亚平安来到遮停泊，因是伫咧6月30该动大船班达号对巴达米亚派来处队吼。班达号伫咧数工前吼，几工前，为着要航往澎湖，伫咧海上和上述的边队船分开，因总共为着台湾商馆载来资金34万毫吨。有下列的即寡货物，就是大船班达号除了要送去日本的货物了之外，佮再有4万个叫做 Risteladers， 这啥物件？我学袂念啊，我实在袂晓念吼。恁看恁晓念袂来哇 ？RIJCXDAELDERS Risteladers， 我袂念。这啥物件呢？是荷兰的即个运角啦吼，伊当阵的价值是一个2.5毫吨，毫吨足大吼，咱之前读过我已经袂记啊，毫吨足大吼。我应该电话爱笔记爱写，对啊，无要定算一遍就废去吼。好。一个运角啊，2.5毫吨，两毫吨半吼。伊载偌济呢？载有4万个即个运角啊吼。另外是89000磅的盐，2000磅的荷药，293两半的日本丁元比对船低索内号嘛，载有下列的货物，就是24000磅的大香肉，15000磅红色大香肉，2000担又搁25斤线装的胡椒，2万个，像阮拄则讲迄个运角啊吼，而比对船卡斯特坎号就是载有2万个运角啊，93000磅盐200担大香木，总共711支，胡椒哟，957担。线装的胡椒，80担年香，也载有1批锁啊甲钉，以及一寡要制作军队衣服所需要的物件吼，食物、战争用的荷药和其他的物件。对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写予长官版特别阁下的批，知影讲，自从大船 Breda 号和比对船 Deroche 号航离巴达米亚前来处队了后，对祖国到巴达米亚的船只有即寡吼，就是大船阿姆斯特丹号、班达号、哈林号、利瓦顿号，以及边队船 Cast Ercam 号，甲即个 Filigen 的
Hart 号和快艇 Leeds 号和 Frank 号，即款船只拢航行真紧吼，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号上紧，该船以3个月又搁23天对 Texel 驶到巴达维亚。Texel 啥物所在呢？Texel 是伫咧荷兰西北海边的一个西北海边的港都，是迄当阵荷兰船只咧单方出航前来亚洲的重要港口吼，所以驶3个月吼，3个月又搁23天对 Texel 号驶到巴达维亚。你知影即嘛？一只船吼，对，譬如讲对台湾驶到美国西海岸吼，爱偌久恁知？到太平洋。我若无记，毋就敢若是一礼拜就到。吼，即马船速度比较紧吼。但是我记迄当阵你也是伫航程拢去了10天。10天是迄当我应该是算甲东岸安尼，所以应该是对台湾驶到东岸才讲10天哦。该船以3个月又搁23天对 Texel 驶到巴达维亚，将来抑搁无船驶遮紧的吼。此外，抑搁日常伫咧挺号大船米多堡号和Zurich 号以及快艇 Depau 号和 David 号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抵达。据说国下旗下的归国舰队，迄7只船已经顺利转到祖国。即马归国舰队伫咧指挥官 Dutcom 的旗下和长官 Carey Reynolds 的旗下，陆续对巴达维亚航返祖国的，也真顺利来到 Cabo de Bon Esperance 是啥物所在？咱先看一下，拄则迄个 G-Sales 国下注脚是啥啥？我袂念啊，伊个经历我就袂念啊吼。另外，迄个拄则讲迄个说 Cabo de Bon Esperance， 就是南非的好望角吼，好望角吼。所以因是对南非吼，迄当阵也无即个苏伊士运河啦吼，无法度对地中海过吼，所以必须要对南非好望角过去。不过3个月哦，路程遮尔远。6月初2，总督阁下派遣指挥官 Martis Quast 对巴达维亚坐避雷船 Dan Angle 号和 Daygrad 号出航，要去探查伫日本东边，位于南海，也写讲应该是东海的比个吼，南海里的金云岛。要去探查遐金云岛啦吼，伫遐有啥物作为，阮到时阵就会知吼。金云岛毋知是倒位吼，即较早看漫画定咧看啊，但是拢毋知影金云岛是伫咧亚洲遮。北担任公司派驻日本的议长库库巴卡阁下，伫咧6月16号坐快艇Leeds 号和 Water Luxembourg 号，以及以总督阁下特使身份，对巴达维亚出航前往东京。东京的侍臣嘛坐该船转去。库库巴克阁下不但爱去甲总督阁下的书信填递互即个快递的递，我查一下吼。地头说地吼，定地吼，成地吼，定地。库
巴克阁下毋若要甲总督阁下的批信定地，互东京的国王，并且爱含伊进一步交涉，而且伫处理完迄边的代志了后，又搁爱搁前来处地，即是讲台湾吼，确实是察处地的全部职员，然后再转去巴达维亚，应该是啦吼，就是东京遐处理煞，再搁来台湾遮巡一下吼。然后再转去巴达维亚，向总督阁下详细报告一切情形。为着无益的进行，总督阁下寄来一份当时对个祖国需求的所有货物和商品的清单，并且甲阮讲会当将此地所需求的货物的清单寄转去互因吼。为苏拉特、波斯、摩卡和锡兰的需求，犹原是和以早相像，因为总督阁下自从上顶一摆来批了后，对该地区还未接到消息，等待最近一将将要派遣的避雷船叫做 Legend Heart 号，伫个近期抵达以后，就会有新的消息。今仔日有2只篷船出航，要去打到再招好，相对有2只篷船来到遮，一只对历史来载35个人延美，一只对回来载30个人70担盐啊，4000个鼎啊，这7月25，过来连续6浪5天，7月30。有4只篷船出航，其中2只要去甲浸啊停泊伫港外迄寡避雷船顶的货物落一部分落来，另外2只要前往平湖。今仔日上级常务员保罗特劳纽斯对平湖带领快艇 Clean Braden 号和2只新仔人的篷船转来，已经遵照命令派大船 Breda 号伫本国个某一天空白无写。某一天出航前往日本，伊离开的时，还未看到大船班达号。今仔日避雷船索尼号进入港内，嘛有一只篷船对松堡来到遮。松堡那啥物所在？迄是伫个西南沿海的一个所在，是西南沿海。再有463担糖，再有22个人。7月最后一天，避雷船卡斯特坎号趁着西风入港，来到这个城堡下面来停泊，也有2只篷船抵达，一只空船来自平湖，另外一只对东山，再有10个人，4000个鼎和50包米。拄啊好10点半看一下注卡天阳兄有分享北线无？是荷兰人正式登上安平进前所过渡的小岛1856年的台湾山海全图被标记做，应该是读做四草民国35年归台南市安南区。四草是陈成功登陆台湾了后，和荷兰人的第一场战争。目前四草大将庙后壁有田和战争骨骸桶。这读四草啊四草，咱嘛有恁小知影是甲我讲一下，因为以后可能定会读着。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感谢各位，咱今仔休困啦吼，安尼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吼，好，感谢。好，多谢阿官，多谢大家。